啥物叫做觉醒啊？你讲一面咱咧讲，平静世间天下路，唯有修行，唯有修道不误。那么修行修道要伫倒位啊修？各位先生，在道场修，敢是？在家庭修，在世俗当中修。修行毋是伫道场修而已啊！咱今仔日伫道场当中，真过遮拢是自卑啊！也袂甲咱骂，也袂甲咱歹，也袂去一个人手甲咱看，咱毋通伫道场当中，伫佛堂当中拢行王道，转去厝的了拢行霸道，转去厝拢大细声，转去你的工课场内底咧，拢破刀破碎，你咱今仔日修道敢有效？无效呢。有即句话安尼讲啊，咱生活伫啥？伫世间当中嘛，伫世间当中咧生活，是为着啥？为着生存啊，为了生存。咱问看卖咧，咱对细汉开始咱是开始咧读册咱个囡仔小朋友，这个小朋友6年级啊要国中啊。为什么要读书？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读书？没有想过，唔知呢。爸爸妈妈就叫我读册，我就去读册，敢是？咱甲想看卖啊？各位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叫你的囡仔去读册？咱莫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叫你的囡仔读册？大家就拢去读册啊。若无去读册，缀人袂着啊，敢是？互囡仔栽培，互囡仔读册才有成果。有呢，国小、国中本来就开始爱补习啊呢。高中、大学，老爸老母是爱摕足济课补出来的。爱听较面前面领呢。过去一过遮，拢为着子女要读册，拢爱去人借钱，互囡仔去注册的。你毋知影为虾米要读册？为虾米要互你的囡仔读册？为虾米要叫伊去啊？希望伊后摆会当考到一间好的学校，敢是？好的学校嘛，为虾米要考到好的学校？读大甲读私立袂敢有共？无共啊，天差甲地啊，敢是？较公的嘛知影读到大的，对不是？为虾米要拼好的学校？小先生，咱想看卖安尼，后摆当找到一个好的工课，趁钱会当较轻松的，会当趁较济。敢是一个月趁2万，甲一个月趁10万，敢有共？差足济呢。为虾米钱要趁较济？要食好、穿好、住好。钱趁足济，敢是为着要享受？食好、穿好、食好、穿好、住好，敢有？甲食歹、穿歹、住歹，敢有差？无差吗？若食会饱，食好甲食歹拢差不多啦。若穿会少，穿好穿歹拢差不多啦。若困会落眠，住好住歹拢差不多啦。即句话咱一定爱记，一定爱记。今仔日互你去住迄个5星级大饭店，一暝互你万几箍啦。你若倒伫迄个眠床拢困袂去，拢失眠，你开万几箍敢有效？无效啊！敢是？你今仔日参像咱甲看迄个做雨水的迄个工人，伊伫个工地内咧做工课做中昼咧休困的时阵，伊是涂骹纸被，有当时啊无纸被，伊嘛是铺咧就困啊，敢是？拄较怣怣叫咧呢。安尼参是倒位啊？困主要是爱困咧落去，穿爱穿互收嘛，穿名牌一领几6万，甲穿菜市仔买一领100箍，嘛是共款穿一束衫，所以或许你讲的是安那呢？咱今日咱来知影，咱伫世间当中咧生活，咧生活，咧走走，咧打拼，是为着生存，为了生存。那么为着生存，是要维持咱这个身躯，维持咱这个体力，会当安怎？会当修道办道。
咱搁转来原本所讲的生命的原路是安那，爱靠把握，靠即个机会。咱既然得到人生，得到即个道了，咱来把握即个有限的生命当中，咱来去创造即个无限的意义甲价值。所以伫生活世间当中，毋管是处世也好，毋管是处事也好，所运用的是爱运用咱的智慧。运用咱的智慧啊！咱毋通钱趁足济时阵，结果咱安那四界去开，五袂开，逐礼拜就拢出去佚佗，算到足忝的，去甲人去缀去游览，啊旅游啦，敢是若出去佚佗转来是足忝的代志呢。哦，足忝的代志呢，转来拢啊过工还搁请假呢，还搁请假呢。啊，咱有钱了，咱会记得讲吼，咱运用咱的资源，咱叫做资源啦。毋管是钱也好，毋管是位也好，毋管是咱一切即个咱所拥有的一切啦，这拢是叫做咱伫个即个人生当中咱的资源。那么即个资源就是爱爱运用伫个有意义的所在，运用伫个有意义的所在，毋通留咧互子孙到尾啊，当尾啊咧冤家情关，足可惜的代志。伫咱我都掌握的时阵，咱伫遐好啊去掌握，要安怎运用，咱家己运用，要安怎运用，所以处世的原则第一个，咱先来讲即个成功啦，什么是成功的人生呢？过去拢讲五子登科，爱有钱，爱有车，爱有厝，爱有先生，爱有太太，爱有子女，叫做五子登科。即摆什么叫做成功的人生？即摆人，即摆世俗的人，大部分拢是为着两项伫咧走走，为着名，为着利。咱想看来敢是啊？名，互你搁较好名，4年一届选举嘛。你即摆就任的时阵，人叫你什么委员啊？叫你总统啊，叫你县市长啊，叫你民意代表。但是4年一届，变咱落任的时阵，人敢会搁安尼甲你叫？袂咧，人也甲你讲某某先生啊，某某女士啊，对你就足尊重啊咧，所以即个名，当你有即个位的时阵，你应该运用即个位，运用即个资源去做好人群，造福人群，那么即个名同款啊，甲即个机会同款啊，时间若到。伊就落来啊！我是讲着，比如啦有一个演员咧，伊拢咧演啥咧？拢咧演皇帝。咧拍片的时阵咧，迄个导演咧，讲要开始拍咧准备嘛，所以皇上就坐从宾馆迄个位嘛下骹咧，就即个文武百官咧，大家拢安尼徛伫遐徛好，边仔佫有即个强女摕一支大盔是安尼咧甲演，穿甲安尼拍。即摆即个镜头一翕了咧，导演讲，卡啦食饭。迄个啦，迄强女迄大事就干咧啊！即摆迄个剧中的迄个甲皇上迄衫裤穿啊剩一领内裤尔。大家拢走咧啦，皇帝咱咧皇帝，时间若到，人甲你拍空，咱甲想看觅，咱敢若要登记迄一天，敢是安尼啊？你其实好侪看到即个典故，看到即个故事，真正安尼去想倒转来，真正有影咧。咱世间有啥物人好安尼执着？世间有啥物人好执着？只有咱通好把握伊，你若咱通好把握，你就袂后悔啦。世间无咧袂后悔的药仔嘛，你就感觉好卡在，所以人咧讲，世俗咧讲做人若成功，一世人就轻松，那么做人若失败呢，一世人就拖磨。人生毋是向上就是向下，咱要向上是要向下。大家嘛是希望咱每一天会当向上提升嘛，不管是咱的心性也好，不管是咱的行为也好，不管是咱的地位也好，
工会当我今仔日拢会当比昨搁较好我明年会当比今年搁较好。敢有人希望讲我希望讲每一工比一工诶，搁较对落诶，无啦。所以做人要安怎做？各位先生，做人要安怎做？品质，品质上介重要。做人一世人，这个品质就像是飞机共款，台北101大楼，咱捌去过无？袂。若毋捌去过，若嘛捌听过嘛，敢是101大楼是咱台湾即摆上介悬的。咱即几年地动足侪地动来时阵足恐怖。你甲看101大楼，规层好好徛伫迄个所在呢。为虾米？因为伊的地基拍了深，拍了在。你若无即个地基呢，伊有2下伊就倒落。同款咱人的地基，咱人的基础就是伊的品质，所以品质，咱命位就是咱人的，这个外表咱的衫裤这会当换，但是呢，品质，咱的品质是咱人的回头。一个人有德甲无德，必定好甲歹，关系到咱伫个社会当中即个人际关系。人爱甲咱做伙，人甲咱尊重，一个人若是无品质的人，人袂甲咱尊重啦。有当时因为咱身份的关系，可能毋敢伫咱的面头前甲咱批评，但是咱行过了后，伫咱的尻川后，伫咱的背后，拢是会甲咱批评。如果一个人若无品质的时阵，人拢伫个尻川后，会讲你的伊所以品质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么做人，既然甲做人较重要，做人要安怎做？第一，守德；第二，真诚；第三，积极。做人必为先各位先生。海林呢？那么这书，做人必为先，守德第一优先。毋管你有偌济资源，有资源也好，毋管你好野善，拢不管。第一，德为先，守德。那么待人呢，对人呢，诚为先，诚恳、真心。人讲诚意食水甜敢是？诚意食水甜。那么做事呢？勤为先做事勤为先爱积极，爱拍拼，爱积极，爱拍拼。所以做人，你若有好掌握到这3个原则，德为先，那么诚为先，勤为先，咱的一生袂歹到倒位啊。我真正，我是甲咱做一参考啦。所以做人。其实，咱今仔日拢咧学做人，拢咧学做人。自从咱遇到道了，咱踏入道门，道场这几者就在10班，互咱来听道理，互咱来学。今仔日修道学道，毋是干那听道理而已各位先生。今仔日道理咧听，你爱去思考，你爱去体会，毋是干那听啦，你爱去体会，你爱去思考。变做是你的物件，你今日物件一道足好的料理，你敢若你一直道拢无消化，安尼这个料理好歹你要来知，敢是？有营养无营养，你嘛无法度吸收那么这个道理你听了，咱来去深思咱来去深思这个
素书内底是安尼讲的，第一爱泡拍活血哦，爱加拍、加听、加喝、加看。泡拍过来咧，爱洗书啦，哦，洗书咧，爱安那爱去思考，这个物件对啊毋对，正确啊无。有时你咧看咧用手机啊，手机啊，咱有咧看影片嘛吼。咧影片即摆有足侪广告，拢叫你要投资啊。咱甲阮录过，哦，教你投资要报你啥物名牌，哦，买倒一支的大探钱，各位先生，千万毋通去点。为什么呢？迄拢是诈骗。真的都是诈骗。你即摆你入去点了呢，伊会甲你安怎？伊叫你加入因的群组。哦，你即摆这个群组加入去了呢，你就毋知安怎叫伊洗，洗衫机安怎洗到尾啊，你的口罩内底拢洗一遍。我觉周边有足侪朋友，拢捌去拄着即款的即款的伤害，即款的危机啊。哦，所以呢，咱咧吸收外口这资讯啊，即摆是一个资讯爆炸的一个时代，毋管好的，毋管歹的，咱爱有法度去分辨，分辨最重要。哦，毋是干听道理尔，道理听了你爱去深思，你爱去明辨。哦，最后爱安怎？你爱去确定、笃信啊，你爱去落实。哦，你爱去实践。毋管你听偌济，毋管你吸收偌济，这拢是叫做知啊，哦，这拢是咱的知识。这拢是知名。毋管你道理听偌济，你研究偌济经典，总归啦吼，爱去落实伫倒位？落实伫咱的心上，落实伫咱的心上，这才是真正咱今日读听道理最终的目的。知影是非善恶，知影好歹，咱家己心上有脾气，有毛病，咱爱安怎？怎样改啊？哦，你今日听足济，捌足济，啥物是非善恶，你拢知影，但是呢，我心上的脾气毛病，我拢无要改。你听这个道理拢无效，因为你听这个道理拢毋是要用伫家己身上，拢是要看别人，拢是要看别人。哦。过来咧，咱来讲这个啥？这个研修这个良知啊。咱咧讲知啊吼，知有重要，知是知识啊，吼。但是这知识的物件拢是外口学的，外口学啦。毋管你是学啥物商的也好，有啥物工的也好，毋管你是学啥物毋管你是学啥物专业，你所学来，甚至呢，所听来这是我道理，是非善恶。这拢是学来的物件，但是这学来的物件若无变做是家己的物件时，这拢叫做知识、知识，拢会去看别人。咱今仔日咱所要学的是安怎？要找回咱的良知啊！找回咱的良知，为什么叫做找回咱的良知？良知是咱固有的，咱本来就有啊，是因为咱人有脾气、有毛病。有私心，将咱的良知砍掉的，将咱的良知砍掉的，所以咱的良知无法度显露，无法度显现。咱今日求知是为着要找回咱的良知，找回着咱的良知了，咱来去坚守，咱来去抱守。咱像银回圣人嘛吼，甘回圣人，伊得一生得一善，全福音。得着这个道了。足惊，佫拍落去。
咱即个良知若找着，良知伊会当啊，伊会当互咱明辨是非善恶，明辨是非善恶。即个真正明辨是非善恶的人，伊毋命讲伊袂去做歹，伊佫会当改正家己身上遮寡无好的物件。这才是叫做真正找到咱的良知，明辨是非善恶。啊，若无咧，只是知影是非，人我是非，哦，知影别人，知影啥物人啊做了好，做了毋好。只是安尼而已啊，所以第一爱坚守，哦，爱恪守咱固有的即个良知，哦，固有即个良知。第二，伦理是为了要怎啊？互咱明理。咱前面咧讲嘛，找到咱的良知是咱固有物件，找好出来，找好出来了呢，爱互咱会当明理，互咱会当明理，即两个非常的关键。明理的副面叫做啥？叫做无明理嘛。但是无明理就是无明，拄着代志，拄着人，拄着事。当咱若起无明的时阵，咱就会犯过错。咱就做罪，咱就做孽，咱就甲人结一寡无好的意念，所以明理敢有重要？明理要伫倒遐啦？明理伫拍理啦，哦，拍过着啊，即个普较心、普较新闻、信书、明辨，一直到笃定，一直到笃定，或许伫咧强调，互你普较信书。心思明辨，你若无经过着笃定，这拢是假知哦，哦，这拢是假尔，这拢是外表啊学的物件知识而已啊，哦，拢只是知识，我知影安怎，但是我做袂出来。但是一定爱落实，一定爱落实，一定爱笃定，这才是真知。所以知行合一，这才是真知啊，才是真知啊，哦。啊，咱今日要明理，明理就是互咱会当啊，知安怎做，知食、知做、知困，哦，有足侪，莫讲浅显啦吼。即马社会人有足侪咧食饭的时阵手举咧，哦，袂爽的时阵手举咧，哦，创啥就手举咧，吼，这拢是啊，甚至要困啊嘛是要手举咧，啊，修行人敢就袂安尼？会呢。何先生，如果咱若无即个啥，无真正明理的话，咱嘛是会得咧有一款无好的影响。啊，这就是伊个即个啥，世俗当中有出一代志，拢会甲咱影响。所以无明是咱修行人上界大一个危机啊。啥物安尼讲呢？当咱若无明的时阵，咱毋知影家己搁伫咧生死当中。当咱若无明的时阵呢？咱毋知影家己呢，搁伫咧做孽当中。咱拢认为讲，我今日已经求道啊，我会当回到咱的故家乡，回到咱的家。所以先生敢是安尼，敢若求道，敢就会当，今日敢若去注册尔，你拢无去学校读册，你敢会毕业？袂啦，即款道理足清楚嘛。今日求道等于是注册，等于是注册，咱有去代代注册，咱即摆是一个代代的学生，咱今日求着道，咱是成为佛菩萨的一个啥，一个修行者，一个学生。同款啦，咱今日若毋好好啊修，咱敢有机会咱成就佛菩萨？无可能，不可能，因为咱的心上慢慢变磨变一大堆，所以这物件拢安那，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安尼去修啊。所以毋通互家己明理，无去即个无明。那么明理了后，咱会当运用即个道德的力量，运用真理的力量，甚至呢，咱甲人之间，如果咱去甲改掉啊，咱去甲影响着啊，咱会当起即个忏悔、悔过即款的由软心，这其实拢是咧甲咱有真大一个帮助啊。什么叫做道德的力量会当美化咱的人生？当一个人有道德的时阵呢？
咱伫咧外面，咱袂为非三者，咱袂去世界去共得失。伫咱的人生当中，不管是咱的人际关系，不管是咱的处事当中，咱拢会当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圆满，咱嘛会当用真理来净化咱的人生。当咱人有真理的时阵，共款啊，无好的即款歹的习惯、歹的行为，甚至念头。咱人有失恶，做啥呢？有失恶，咱知啦失恶当中来自于咱的咱的心，来自于咱的心，佮来自于咱的意念，总合共有10项，有10项。那么这个念头，无好的念头就产生咱无好的心，最后变做是咱的行为。那么拄咱今日咱会当透过着学习，互咱明理，了解到即个真理的时阵，咱即个失恶咱毋敢讲咱会当来保证失恶，一项拢袂完，毋敢安尼保证啊。上起码呢，咱10项内底，咱有6项、有7项、有8项袂去犯，安尼就有价值啦。你今日讲要一步登天，无可能啦。修行就是安那慢慢修，慢慢修，慢慢修。本来有10项缺点，我就变9项，变8项，变5项，变2项，安尼咱就有进步啊，有进步啊。咱敢若修到拢无时，咱就甲菩萨同款。过来，咱来怀着感恩敬爱，感恩谦虚的一个心啊，而且好势来讲一个典故。过去伫个即个老子迄个时代，伊有一个学生叫做杨朱，杨朱杨朱曾经是学即个老子的学生。老子咱知影，老子做即个道德经老子在当初时呢，咱讲圣人嘛是去拜伊为师，去向伊学习。那么杨朱即个人呢，伊算一个真有才华的人，在当初时真有能力到真有才华的人。爱去拜老祖学习。有一天，因2个拄好好离开因即个乡镇呢，去外位。2个人拄好行做伙行。当老师甲先生即个当老师甲学生行做伙的时阵呢，行一段时间，行一下晡了，即个老祖突然间停落来，就过来甲即个杨朱啦甲即个杨朱讲，甲即个杨朱讲，原本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值得教导的人，会当参加的人但是呢，我今日安尼一早起缀你安尼，甲你安尼做伙行。我现在我会对你的感觉改变。即摆杨朱听老祖伊安尼讲，突然一头雾水咧。就当行路尔，无讲话啊。太老师先生可能对我产生即款的一个误解就对啦。话安尼讲啦，讲杨朱呢，伊伫咧伊即个故乡的时阵呢，伊是一个非常有流氓的人，因为伊有才能嘛。伊即摆去客栈咧食饭的时阵呢，迄个时阵，迄个天气可能真寒，真寒。人拢伫咧即个客栈内底安尼有咖啡炉踮安尼午休。即摆看到杨朱行入来了呢，逐个人拢随爬起来，让位互伊坐啊，无伊入来到即个客栈了呢，头家将伊手头的工课放下，亲身去甲伊食。咱来看即个场面，咱知讲即个杨朱呢，就好像即摆的郭董还是即个台积电即个张忠谋即个董事长，即款的身份同款，人拢对伊非常的尊重。对是是，咱爱记，当一个人愈有能力，身份若是愈高贵的时阵呢，不离不弃，会互咱慢慢变做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久而久之啊，因为大家拢对我非常的优劣啦。如果咱家己若是无坚持的时阵呢，咱慢慢来感觉吼，我就非常了不起啊。所以伫即款的环境当中，即个杨子伊就变做是安尼啊，甚至伊某些咧行路是拢咧头撇撇，一副不可置得的一款样态。所以当一个学生甲伊的老师行做伙的时阵，伊甲老师行做伙的时阵，伊嘛是感觉安尼，哇，安尼个情况啊，如果咱是老师，咱会感觉讲即个学生敢会当？了解。所以老师就甲伊讲哦，我感觉，今日我发觉讲吼，你毋是一个会当开发啦。但是杨主伊家己伊毋是刻意要安尼做，伊已经是安那，伫即款的环境当中，大家拢对伊安尼彬彬啊，对伊安尼拖拖沓沓，对伊安尼产生了伊家己毋知影有即款的一个心态喺路上。但是杨主伊就点点我无讲话，伊甲老师搁继续行。我行到暗时啊，带一间客栈内底啊，即摆食饭食饱，老师转去伊的房间叫过。即个杨子呢，伊就捧一桶面汤水，去甲老师先生的即个门口头去甲老师来开门，你有啥物代志？讲先生，学生呢，一个问题要甲咱请教，即摆老师就请入去。请入去呢，即个杨子伊是安那？伊毋敢将鞋仔穿入去伊甲鞋仔放伫外口，才入去甲先生的即个房间内底。互老师手面洗好呢，老师就问讲：你有啥物问题？杨子伊就讲学生呢无了解老师你今仔日的历史呢，对学生所讲的即句话，为虾米老师来对我有即款的一个评价就对啦？我毋是一个特地会当。开卡啦，老师就安尼讲，我伫甲你行的过程当中，咱甲想看觅，咱来甲老师行做伙，比如讲咱今日咱拢会去新源山过去，咱来去新源山住伫迄个所在前日拢最早就起床，拢会甲前日去散步。咱来甲前日行做伙时阵，咱敢袂行伫伊的头前？袂咧，咱敢袂行伫伊的边啊？大部分的前人拢会退一步啊，敢是袂甲伊并排啊，袂甲伊行做伙，这是一个尊重，这是一个尊重。那么杨主伊就是伫咧甲老师咧行的过程当中呢，伊除了甲老师行做伙，甚至呢，以迄款骄傲迄款的姿势呢，可能老师伫后面看到伊头前咧行，才安尼咧想。伊讲我就是因为看到你安尼。我认为讲你内心已经产生一种骄傲心，你无法度接受别人对你的即个意见，杨主即个人也真谦虚伊了解啦，伊甲老师、甲先生咧说道声，伊转来了后呢，将因呢，好好去参会，好好去改变。经过几年当中呢，伊改变，改头换面，变做另外一个人啊。即摆转去甲伊的故家乡的时阵呢，伊甲客栈，人咧头家样共款咱物件放落要来甲伊应因为免，咱做咱无伊，人要认为互伊坐呢，伊嘛是讲免，逐个做伙坐就好。所以伊就是紧底去改变伊家己迄款无好的，迄款的态度啦，迄款的心态。这就是一个知影人讲感恩，知影谦卑的人，伊犯错无重要。犯过错无重要，重要的是咱有迄个感恩的心无，有迄个忏悔、迄个改过的心。这就是咱过去今日甲咱讲的。所以咱师尊甲咱讲，伫下面的人，呢，会当时常存有一个感恩的心。那么伫顶面的人，会当时常的对下面人产生了关怀，互伊爱心，互伊关心。因为上下才会当连成一心嘛，连成一心呐。咱伫道场当中，咱的道务才会当愈来愈方便啦。咱道场当中，即款的道具才会当愈来愈好嘛，愈来愈好嘛。毋管是真天，毋管是药学，咱拢叫做同修，同修就是安怎？同修相扶持啦，
不管是前提，不管是叫他，咱有困难，哦，咱拢是安那互相扶持、互相照顾、互相关怀。那么，再来，咱来培养一个真心、慈悲的心啊，哦。咱借着信誉，当时来讲有句话，比讲，如果一个人拢以着虚假心，以着怨妒心，哦，咱看到别人好开好车，哦，看到别人住豪宅，哦，咱拢在边仔咧批评讲哦，有钱就了不起呢，哦，住豪宅，哦，就安那一条摆呢，哦，咱这是怨妒，啊，这是怨妒，敢是啊，见不得人好啊，咱圣经大师来讲啊，一个人爱抱着这个真心、真诚心啊，哦，慈悲心啊。如果咱在咱的处事当中，在咱的生活当中，咱不管拄着顶死也好，不管是拄着这个暴俗也好，不管是拄着前田、拄着庙口，咱要抱着这款真诚诚恳的心，伫咧对待咱周边遮个人，别人敢会甲咱爱甲咱做伙，会呢？哦，别人敢会安来甲倒位拢安那主动来甲咱问好，来甲咱招呼，这就是咱做人有成功啊！哦，咱千万咱讲啊，看到别人好呢，哦，啊，就安尼起这款怨妒的心，哦，安尼是对咱是无帮助的，哦。所以做人呢，如果怨叹会当较少的，啊，怨言会当较少的，啊，咱的观感会当加一点仔观感，啊，当咱对人，哦，这个抱怨较少的时阵呢，那咱的自信，哦，咱的生命，咱的处事，咱的做人，会当呢观感呢较低，哦，会当较自在一寡，哦，啊。大概就是安尼啦吼，过来，甲咱讲这个活泼玲珑、风泉达变哦，这个圆融的心啊，咱有几十五条，咱来看卖第14条叫做啥？活泼灵术就是活泼灵术。修道者、修行者、修道君子，上界惊的，上界惊的就是安那，咱今日道理听足济，咱读足济。哦，咱拢知影是非善恶，结果咱拢去办伊的，去办伊的啦。哦，别人做了毋对，咱就共批评。哦，咱就爱批评。哦，咱就共批评。别人做了毋对，做了倒了做了无圆满，咱就共指责，就共指责。批评指责，咱是甲即个啥，即个无圆满的所在点出来袂毋对。但是咱爱有方法，爱有方法啊！哦，一个新道亲，一个拄咧学的前辈者，伊对即项代志，因为什么伊遐做了无够圆满，就是因为伊无够信啊！哦，伊无够信，伊还阁无解会晓，无解会晓。啊，咱看到伊做无好的时阵，咱就来指责，哦，就来你甲批评。伊后摆敢搁敢好，毋敢好啊！毋管是咱做礼节也好，做礼节、读工书，哦，每道义当中有足侪工课需要咱去读，需要去了解，哦，无一个人敢保证讲伊做啥物代志拢做到非常，拢做到100分啊！或许定下咧做礼节，定下咧做礼节，或许嘛毋敢讲或许礼节。做了100分，时常嘛吼，嘛是有倒了做了无圆满的所在。前辈者嘛是会安尼甲咱自己一下，甲咱控制。如果咱好学的心态也是安尼啊吼，你也无较够啊，吼，你也无较够啊。啊，这个时阵人甲咱讲，对咱无帮助嘛，啊毋是？但是呢，如果今仔日哦，他是一个新道者。我担任即款的工课，我在私底下，我已经啊，家己练搁再练，练搁再练。哦，比如讲啊，比如讲咱今日学讲，啊，咱今日要学讲，要准备一场，不管是讲道歌、讲诗歌，还是要讲道理，咱是毋是无可能是咱无准备，咱就爬起来，到是？哦，咱一定是一台仔骹，
伫私底下一定是安尼准备，搁再准备，练讲搁再练讲，已经练足久啊，甚至咧拢已经失眠足久啊。哦，即摆一起来就是讲，一定无法度圆满嘛。无法度圆满，咱就伫了咧，下面的这伙仔就甲咱讲，今仔日讲甲迄是啥物道理啊？讲甲安尼，一句话也袂晓讲。咱若是一个新道亲，一个初学者，咱的心就可能会因为即句话受到影响。我遮认真咧做，遮认真咧读啊，你搁甲我讲即款话，你后摆拢莫甲我叫，拢莫叫我来做这，安尼就失去道场提供即款机会，有一个意义啊。咱知影倒了做了好，做了毋好，这是正确，但是呢，咱爱扶圆补缺，倒了做了无圆满的，咱主动将伊补圆满。这才是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毋是积极啦。今日这个椅摆了无好，咱就主动甲伊调整，摆好。这个椅摆无够，有前辈者来无椅通好坐，咱就毋是搁叫某物人这椅赶紧摆，咱应该就家己主动赶紧摕椅来斗摆，这叫做扶圆补缺。道场当中。动手当中做了无圆满的所在，咱来赶紧伸出咱的双手，将伊补圆满，这叫做圆发明朗，这叫做圆融的心啊。那么圆融的心呢，我看呢，咱就依着这个水来讲，水，咱拢知水有必性，水有必性啊，咱老祖讲，如水之别。那么水有啥物款的特性呢？伊随风就移，会当离万物而不争。啥物叫做随风就移？伊即摆甲缀落去四角体内底，伊就变做四角；缀落圆的内底，伊就变做圆的。伫道场当中有足侪机会，会当互咱学习。咱今仔日或许伊就做礼节来讲啦，做上礼，做下礼。我今仔日甲人做上礼。或者永远拢做上礼，会讲人讲即个下礼拄好欠人，咱调换一个，结果咱袂晓做下礼。咱搁比如讲，即摆比如讲咱在传输咱负责人拢爱去出国去开荒，敢是？出国去开荒爱开足侪钱的，多钱者？比如讲，咱来办一场办桌啦，办桌啦，那么办桌敢有可能？伊出国去开荒，负责人电传书敢有可能带一帮人，足大帮，20-30个出去遐办桌，无可能啊。带一个人，加带一个人，就爱加开一张机票，敢是？所以有真侪人，有真侪前辈才是一个人当做2个人用，当做3个人用。即摆去到遐咧办桌，上下咧，也是讲即个讲师讲三宝。袂讲三宝之前，伊可能伫厨房内底咧准备，咱办桌了的料理啊。若是即个摆班的前言呢，摆了呢，伊就赶紧来看后面要创啥物代志。一个人当做2个人，当做3个人来用。水共款啊，伊无限来讲我就一定做啥物款的角色，啥物款的角色呢，拢会当去读，拢会当去承担。那么水呢？水阁有真侪一滴啊！水离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即个因缘当中，伊咱当顺这个因。比如讲，水伊会当自清。咱个发水毋管伊偌落，你甲伸一骹桶伸入去的时候，毋管伊偌落，你甲放一下，伊就清甲落就滚开啊。顶面就是清的，下骹就是落。伊除了会当自清以外，伊阁会当清汤，伊阁会当折汤，会当洗地，会当洗物件嘛，敢是？那么水呢？伊拄着阻碍的时阵，伊会当找生路。拄着阻碍物件你甲挡掉的，伊就开始咧找生路。咱讲
伫即个世俗当中，有真侪因会咱考验困难。哦，有一句话咧讲啊，讲山不转，路转啊。哦，路行啊所在，行啊皇帝时阵无路的时阵要哪？山不转路转，路不转呢？人要转嘛，咱的心要转嘛，咱的心爱洗啊。哦，心会当找出路，咱的心就参像这个水共款，会当找出路。拄着阻碍的时阵呢，你是蓄势待发。咱个看，迄若拄着这个啥，这个地动崩山吼，上惊就是这个崩山是从这个溪啊，吼，这个水流从伊挡掉的。即摆是挡掉了后，伊慢慢的形成一个堰塞，哦，就参像水库共款，伊等下伊一个累积了一定的一个量的时阵，伊就产生一个力量，原本甲伊挡掉即个障碍物，就叫冲走哦，所以咱是为什么老师甲咱讲，咱来学这个水，如水之德。咱学水啦，毋管是家己好就好啦，哦，毋管是无就是讲哦，家己好，咱更加爱爱帮助即个同修教学，嘛爱第一会当提升起来，哦，那么咱会当自利利他以自外呢，咱会当拄着困难的时阵，咱还有倒去寻求着啥，即个解决的即个方法，因为咱其实拢甲咱讲，伫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啥，一定有考验。其实这个考验看人啊，你若是日头较有诶，你就汤水变汤水，无咁简单啊。但是你日头啊，较无，你就是汤水变汤水，你就咁简单。那么中间一个人。变做是你的一个心情吼，你的一个体悟，因为好势讲的也比好势讲的嘛无够无遮尔圆满无遮尔清澈啦那么讲到这个用的，如水滴滴了爱去用，爱当用融入一切的人事物啦，参像这个盐啦掺入去菜内底，你敢讲看会着盐？看袂着盐啊！你若看会着盐，就是已经伤咸啊，敢是？汤唔知，这个汤，掺入去水内底，伊嘛是爱化去嘛，你若讲看到这个汤啊，搁规拢伫内底，迄嘛是一种伤过头，有呢掺入去这个咖喱内底。
显露显出你的个性出来。咱有道念无？拄着代志的时阵，决定你要安怎做，迄就是咱的道念。迄就是咱的道念。所以办道者爱会当用一切的因缘，安尼咱的道路才会当方便，慢慢会当方便，这考验或许拄有讲过啊，咱之前我甲你讲若考不动你的考不动我得甲咱讲真道真考固然真道得爱有考验，爱有真考，这是自古以来难以改变的事情。在修行当中就是为什么爱有考验？考验是要互咱提升，亲像一个弓仔共款，弓仔你甲饲愈深咧，伊即个啥？伊即个准备要反弹，即个力量就愈大。考验毋是为着要甲咱打趴，毋是为着要甲咱做到跳倒，毋是要甲咱考到要互咱退倒，毋是咧。考验困难是要互咱培养会当解决困难迄款的能力，迄款的能力。咱拄啊科学咧讲我想着，迄个气力较有诶，摕两骹骹摕两骹喙孔；那么气力较无诶，摕一面孔，摕一面孔。那么你能力好诶人，你就无认为这是考验。所以这个代志你讲安尼无啥物过啊。人甲咱讲一个指正诶话，甲咱讲一个批评诶话，你诶心念，你诶理念就是较正确诶，你都无感觉这是啥物货。但是如果咱若是负面诶时阵，咱诶理念若是无正确诶时阵，别人认为就是甲咱鼓励，甲咱助力，希望咱更较好。但是你听起来就好，但是讲你咧甲我骂，你咧甲我指正，等，敢是？所以这边来讲这每一个人的体会就是有所不同啦。有的人是认为是考验，有的人不是认为是考验。那么在如果讲家己先拢甲咱讲考不动你的就不叫做考卷，考你袂行的，迄就毋是叫做考验，毋是叫做考管，不让你身心煎熬，就不叫做锻炼。考验就是一定是你感觉足艰苦嘛，爱感觉很困难。你若是无感觉是艰苦，无感觉是困难，你就对你来讲这是小 case 尔，这毋是考验，这毋是考验。那么你若考会过啦，若考会过呢，你就会当走到性命的源头，会当提升啦。但是咱若考袂过的时阵呢，前辈才甲咱批评的时阵呢，就讲你后摆拢莫甲我叫，你着放弃啦，拄着困难你着放弃啦，你着走到生命的尽头，行到生命的尽头。什么叫做行到生命的尽头？因为你着完修啊嘛，你着退倒啊嘛，那么退倒，等到100岁年后了，咱着去继续轮回，这叫做生命的尽头。刚才讲课，其实课无恐怖，课无恐怖，课呢爱依着力量来甲咱维持，爱依着力量，依着能力来甲咱维持。当咱若能力愈深，考验就愈考咱袂倒。好，咱最后过一点因为时间要到，或是到11点最后来讲心性的宽容。咱从细命开始讲，细命爱打，那么处世处事爱靠智慧，爱靠智慧。那么心性，什么叫做心性？咱人的一切行为，不管是言语也好，言语咱讲出来的话，咱做出来的行为，做出来代志，拢是因为咱的心的影响。咱今日存好心，咱就会讲好话，就会做好事，这最关键啦。但是咱的心是受到心的一个影响，
性的影响啊，咱自性的影响。讲咱的自性若是袂歹的时阵，为什么自性会袂歹？自性伊是无欠缺的哦。咱后仔拄啊前面咧讲啊，咱人就是因为秉性，因为习性，哦，产生了脾气毛病嘛，哦，啊，咱有秉性有习性，会蒙蔽着咱原本固有的这个啥，这个良知，咱的本性，咱的自性。它会蒙蔽的，它就这个日头拢伫这个所在，日头就参像咱的自性同款，伊袂欠缺，但是会有乌云，哦，会有乌云啊，哦，啊乌云就影响到这个日头，影响到咱的自性，咱的脾气、咱的毛病、咱的秉性，会影响到咱的自性的显露。即款道理，相信咱大家各位先生拢知影。所以咱讲今仔日修道的目的是要为着人心变性，敢是表示人心变性啊。人心变性有重要，有简单无？人心变性，变性，这是咱的最终的目标啊，最终的目标。上界重要的道呀是人心嘛，对不先生？你的心爱明，你才有法度变着你的本性。咱今日咱讲最简单，拢是因为咱伫道理当中，咱咧咧读，咧咧读，你知影人心变性，人心变性就是开放，但是伫人心变性的过程当中，这个人生较困难，啊！咱较有法度保证讲咱无时无刻，咱讲未落时中，咱拢非常的明理，咱拢袂卖卖，咱拢袂执着。敢有先生敢安尼保证？或许是敢安尼保证，哦，或许搁咧学，要学讲吼，要如何会当人心啊？要如何会当人心？咱今仔日心是要运用，第一就是爱人心。大部分的前辈者，大部分的同修，拢是参与咧大海当中，安尼咧载浮载沉，啊，连伊清醒，啊连伊咧卖卖，啊，啊连伊咧即个啦觉醒咧，啊连伊咧搁安尼做一寡糊涂代志。大部分的修行者拢是安尼啊，拢是安尼啊，哦。所以人心非常重要。人心要安怎变？气其本无，物其本有。咱师尊来讲啊，足简单，实性、秉性爱气。咱来讲六字真言啊，改脾气，去毛病。脾气毛病就是将来咱的自信上界大的一个因素。脾气毛病啊。咱脾气毛病伫倒来？伫咱的习性，伫咱的秉性啊。咱人有三性，第一天性，天性是顺善有恶，天性啊，天性是纯善啊。第二是咱的秉性，秉性咱过去世所做、所累积一寡信念也好啦，一寡习性也好，变做是咱这一世的秉性。秉性是过去世所累积来。秉性，什么叫做累积？这个过去世所累积来，伊就是无好的物件，累积咱过去世无好的念头。那好的物件就变做是咱的智慧哦，无好的物件就是咱的秉性，所以是过去世所累积来无好的物件，这叫做是顺恶无善啊。那么习性就是咱这世人的习惯性，一个人爱读册的囡仔。爱读册的囡仔，伊逐工就是安那，一直咧读册，伊的养成伊款的习惯性。一个爱跋筊的人，伊慢慢，伊会养成伊的跋筊的一个习惯性。所以这个习性，伊是有好有歹，那么师尊所咧甲咱讲是习性、秉性爱起，习性爱留下好的习惯。比如讲咱困
有足侪即摆足侪人拢困到日头白骹酸啦，毋是日头白骹酸尔，哦，已经拢困到透中昼，困到过昼，足侪人拢是安尼，但是暗时啊拢困袂去，饭点啊拢冇去困，这就是一个无好的习惯。即款无好的习惯爱改，因为即款无好的习惯会影响到咱的健康，影响到咱的身体，哦。所以呢，会当修，会当改，这是一个心思的功夫。心性要圆融，爱靠功夫，爱靠功夫。心性要圆融，毋是外口听，外口学，是爱真正落实伫你内心当中，爱体露出你款落实的功夫。心性要圆融，爱靠功夫。哦，所以愿意修，愿意改。这是一个心思的功夫，用心思落手啊。心思就是咱反观啊，哦，反观就看咱家己真正有影，哦，有啥物不足的所在啊，哦，无圆满的所在啊。如果咱这心思的功夫会当显露出来，自信才会当较圆满一点，哦，咱的自信，咱的智慧。即个咱加显露一点嘛，我想要讲的毋是，咱来听清楚，咱有心思的功夫，毋是表示讲哦，咱的自信就咱非常的圆满，哦，咱的智慧就咱非常的圆满，毋是哦。你有心思的功夫，只是讲哦，帮助你的自信较圆满一点点嘛，哦，你自信会当愈来愈圆满，你的反省的功夫，人会愈深嘛。咱的自信就当愈来愈圆满，今日圆满一点嘛，明仔载佫圆满一点嘛，累积。智慧嘛是共款，智慧嘛毋是讲我今日就马上开悟，智慧嘛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哦。所以遮咱即个道观莫听好啊，时间要到。再来就是讲心性要圆融。这个功夫要安怎下？功夫要关照，关照你心性当中的一个盲点。什么叫做盲点啊？就是盲点，就是你阮所在看袂到的所在，你袂注意到的所在，迄叫做盲点。爱觉察，爱关照，关照咱家己的一个盲点，就这样。这个实性的盲点哦，爱透过人与人之间这款的互动，哦，你拢有当时讲，我甲这个前辈遮拢真好呢，但是有当时啊，就是因为一点仔自私因，咱就产生了口角，产生了过骂。要发现到这款的盲点，尤其是咱每一个人实性，每一个人实性拢无共，尤其搁比讲这个品性，哦。人甲人之间即款的品性，即款的实性，爱透过人与人即款的互动、共事啊，只要我发出来讲话，咱其中迄款的啥，迄款无圆满的所在，哦，那么不管是别人甲咱改变，还是咱去改变别人，这种第一爱提出迄款宽容、包容迄款的心。别人做毋对，咱原谅伊嘛，咱包容伊嘛，哦，咱家己做毋对的时阵要安怎？爱忏悔啊，啊，毋是爱真心忏悔啊，毋是甲讲啊对不起，啊，毋是甲下失咧讲啊对不起，哦，要甲下失咧，要甲忏悔，爱辛苦无？爱真心哦，哦。咱头咧讲嘛，心意食水甜啦。有当时啊，人就是爱咱一句话尔，哦，人去互咱插着，互咱安尼影响着时阵，其实咱若是一句辛苦的话，安尼共下失咧，即件代志就无啊，哦，即件代志就无啊。但是如果咱若是无度显露出来时阵呢，对方毋管是前辈者，毋管是后下，有可能因为咱的一句话，就体到，就体到，咱所影响人的是非常大，毋是影响一个人，是影响着伊的有限七组。这个人若在世，咱的这个东修，若是体到
所影响的是伊的优点是做，你就无机会来要来听英文吼。哦，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啦。哦，所以咱人，尤其少年者，迄款的流浪性，爱透过着参会，哦，透过着反思，从伊迄路，这拢爱功夫啊，可以是。哦，所以要运用，心要运用，哦，情要自在，讲会较简单，哦，讲会较简单。但是今日后续透过着讲，后续安尼准备吼，甲咱报告，甲咱分享，哦，对细命开始，对处事即个处事当中，即款的地位开始，到即个时阵，咱的心性即个功夫，咱就慢慢会当摕出。咱最后来做一个结论嘛，吼，运用心自在情，咱来讲就是爱运用自在，运用自在。那么在修行后学在道场当中讲足久，嘛无足久啦。以咱各位前辈者来比呢，咱阁算非常的浅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安怎学，后续也是搁咧摸索，嘛是搁咧学习，所以要讲运用自在，咱拢会当咱只是会当透过一寡资料，一寡道理来甲咱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分享，咱即句话就是安尼讲嘛，要常以智慧观自己，常以智慧观自己呢，咱会当解决，以免执着伫即个人事物当中，常以慈悲看众生兄弟姊妹，安尼会当去度人，常以平等视万物，安尼可以圆融，常以清净过人生，安尼会当自在。自在就是无碍，那么无碍简单讲就讲，互咱的心会当清净，莫去受着一切环境因缘的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就对于这个题目运用心自在情的一个报告。当然在报告过程当中有真侪无完全不足，望咱遐哩咱各位亲戚呢，当多多包涵，讲了无够必须着的所在呢，咱请咱师傅有必写出，咱各位亲戚当多多原谅。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道路顺利，谢谢各位。感谢讲师慈悲贤道之功，坤道一鞠躬，谢谢各位。那么在本节